盘刀压那个西瓜一压下去分那么多块啊，像方向盘那种盘刀。种菜的人，也有那个煮东西的，吃素啊，提倡吃素哦，提倡素食环保救地球啊！这可能越南的话，你看有船呢、舟呢，那个叫舟，嗯，哦，火龙果了，右上角那个叫什么石榴？那老虎还是狮子啊？还是狗啊？哈哈，狗啦，那个老虎、狮子那头脸都很大，象哦，象还是什么动物啊？也要吃素了，提倡素食环保救地球啦，提倡素食环保救地球啦啊！提倡素食环保救地球。仙桃哦，左边仙桃，中间西瓜，右边西瓜，就无花果啊。现在正中间上面呢，那是无花果吧？有没有确定啊？荔枝啊，最右边中间荔枝啊。哦，桃子，荔枝桃子。西瓜皮，葡萄。